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六时关嘅欢迎看11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有关空气污染问题，这几冬来愈来愈受到重视。日前，台南市环保团体的呼吁市长甲议员候选人应该提出对抗空气污染的相关政见，并且希望因联署做出承诺。而到目前为止，究竟结果如何，做回来关心。最近下早空气拢是雾雾，这嘛是日秋以来上界严重的空气污染。上午伫深夜的 PM2.5更是真切破百，伫观测站周边甚至啥物拢看无。为了改善这种状况，环保团体嘛向候选人呼吁，应该提出相关的空气污染政见。对此嘛希望会当加入联署作为承诺。7月上午嘛伫环保局进行公布结果。我们觉得政府的施政还有改善真的是看不出来所以如果执政党不努力来赶快改善空污我们提醒这个执政党还是会被人民唾弃所以今天呢，不要等你这个政权危险了你才要来做。是会来不及的。现场嘛来了侪赞成联署的议员候选人，其中候选人所反对嘛亲自出席，肯定反空污的重要。很感谢环保联盟相关的一些好朋友，那么大家呢提出很多具体的方案，那么这些具体的方案呢都是来帮助整个政府决策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方向了哈。那我们希望。未来的市政府呢，是跟环保团体是一个伙伴的合作的关系哈。第一个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台南市政府，它可以调整一些方向，至少让我们的小朋友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不要到户外来活动哈，让每一个市民都有办法去警觉到这件事，然后来互相的去提醒我们空气污染现在到底有多么的严重，然后来再加以改善吼。这是我们基进党全体是这个参选人的一个想法。对小孩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更敏感、更脆弱的。为了下一代更好的未来、更幸福的未来，我们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一定要立即的来处理。记者会过后，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淑波甲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陈永和拢答应会签署。环保团体嘛呼吁民众伫11月11号到高雄参加南部反空污大游行，这会向政府呼吁面对空污问题。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强调由科技农业、专业农民加生态农村这三项所组成的新农业，就是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淑波所希望打造咱台南的农村新未来。高淑波表示，希望用这款的规划稳定农产品的自价量，并且进一步打造台南的农业品牌。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淑波拜访关田区的石生永续有机农场，不但近距离观察这寡有机农作物，嘛亲自采收体验小农的工课。高淑波表示，伊心目中台南未来农业，就要亲像这个有机农场同款，有科技农业、专业农民加完整生态的农村。这个三农的概念这个叫做专业农民科技农业跟生态农村那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大家可以用言语很难让大家这个想象那个状态，但是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农村创造出来的环境还有我身后这一些年轻而且具有非常这个专业水准的这些年轻的农民大家就知道说他们可以才是我们农业的未来它可以避免我们现在农业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台湾小农的经济规模过小，造成说每个人都要去自行去吸收或者应对市场上那种价格巨幅的波动。大家看今年我们已经有多少农产品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凤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这个火龙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那个龙眼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知道说，如果你让这样的情况不改善的话，那我们的农民就继续看天吃饭，那丰收反而是一场噩梦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它有很深的那种根源，就是你必须要去把连农民他整个都必须要变成专业，那要用很科技的方式来经营农业。高斯坡希望未来在科技化的帮助之下，让每一位农民拢有专业的知识，知影如何平衡生态，嘛借此来有效维持着农作物的高品质甲稳定的供货。等待着农业的品质甲量拢稳定了后，就当积极来拓展市场，甚至销向国外。台湾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今日是农历立冬，虽然过去讲立冬补喙空，不过现代人大概营养都有够，要安怎食得健康、食得安心才是重要。所以，台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特别结合护理、医药甲餐饮业者，共同推出食品安全政策，希望为美食之都甲食品安全严格把关。伫议员候选人区里里，陈宗明甲林书杰三位分别有护理、公共卫生甲市场背景的陪同下，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选伫立冬这天发布伊的食品安全政策。黄伟哲表示，结合中央的食安五环，对严格稽查、甲源头控管，以及建立产销履历，目的就是要让台南人食得健康、食得安心。一个要打击黑心厂商，让大家先吃到安全的。这个吃的东西都没有毒。第二，才进一步来说，要建立源头控管，要变成说，不仅是无毒，而且要变得慢慢知道说，这个东西都是没有用一些化肥呀，没有用一些这个对环境比较不友善的一些肥料或者农药，减农药、减化肥这个部分，然后一步一步再做到，是不是能做到有机，或者甚至更好，我们这个部分再来处理。我们将来要打造从农场到市场到餐桌。都是一个都是完全都是透明的，而且都是对环境友善的这样的食材，让我们台南市的市民以及外来的朋友，能够在台南市吃的东西都是有保障的，都是安全的，而且都是美味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我们将来努力延续这个赖前市长的一个政策。那我们不仅是在检验方面要加强，我们在茶器方面也要加强，对于一些黑心食品以及黑心食材，甚至黑心食物的打击，绝对不松手，绝对零容忍。在传统的立冬补冬，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所有与会贵宾，在个餐饮业者黄时珍的推荐下，现场嘛亲自品尝由生态农场生产的有机食材所煮的料理，透过对农场、市场到餐桌。透明化的过程，希望打造台南美食加食品安全之都的品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台南在地知名企业东洋实业，为了让学生会当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每当拢会举办交通安全在个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1档，而且特别将决赛改成戏剧加舞蹈两组。27号下晡伫台南高雄的初赛，现在带大家再来看学生精彩创意表现。好，走走走。会当看到舞台顶学生用创意的方式来向大家同学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东洋舞蹈基金会每当来举办我最爱线交通安全在个比赛，今年特别用全新的决赛制度来让每一位学校的参赛同学表现创意。这摆嘛有10间学校参加，7号下晡来到台南高雄，并且由交通安全大赛孙胜熙来为活动揭开序幕。东洋舞蹈文教基金会呢举办我最爱线交安才艺竞赛，今年呢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然后呢，每一年这个活动在台南市的高中呢都引起校园学生的一些关注，还有热情的参与。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在总决赛做了一些赛制的改变。那以往呢，竞争都非常激烈，那也看到在舞蹈跟音乐这上面也是一年比一年进步。所以今年呢，我们有2个总冠军，一个是戏剧类，一个是音乐舞蹈类。那期望呢，各个同学还有大家呢，12月7号晚上6点半，能够在成大成功厅为这一群台南的高中生们加油打气。最后结果出炉，由热舞社甲康复社得到初赛冠军。这摆除了冠军以外，有最佳人气奖。现场也有扫 QR code 为学校加油、抽礼券活动，有现场的同学拢感觉相当欢喜。接下来将伫12月7号新台成功厅举办盛大的总决赛，欢迎所有同学到时进场为家己的学校加油。电台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先请问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哦，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对，吹蜡烛，吹蜡烛。耶！话说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2个上课聊什么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们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季柔，告诉老师，他们2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扛他们2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1000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1，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撕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
卫理东区购物中心的周年庆对8号开始将推出第2波更加优惠好康，其中针对化妆品、加小家电等6大热门项目，也正将推出无上限的累积加码。另外嘛，第一摆结合 Zara 加 Uniqlo 等流行品牌，加上专馆满千送百，就希望刺激民众秋冬买衫都爱趁一顺。秋冬季节正是百货业者周年庆的期间。有伫个东区购物中心，对这个月8号甲21号将推出第2波的周年庆优惠。除了有原生的满千送百，另外这届嘛加入将来毋捌投入周年庆活动的6大品牌，包括 Zara、Zara Home 甲优衣库等。活动分前后7天各有优惠。南纺购物中心第2波有推出全台独家的快时尚，可以加入全馆的满5000送500，品牌包含了 Zara、Zara Home、Gap、Uniqlo 等6大品牌。那同时间呢，全馆的满5000送600之外呢，各楼层的业总，可以满6000再送100，那可以累赠。这个是没有上限的，也就是说，客人买越多会赚越多。除了6大品牌首次加入周年庆，加1点2倍送。另外，伫个国楼站的加码送，包括化妆品、小家电、加寝具等，阁有满6000送100的优惠，而且是无上限。其中上大优惠伫10月15到18这4天，只要屏东港丹楼站店柜消费满3800块。就赠送1张价值580块的餐券1张，限量1000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担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小调思乡，今晚带大家一边欣赏歌曲，一边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今天摄影棚背景传过来的音乐好特别，好好听哦。系哦，今本日好好自家电视学院节目，你要来老观众朋友介绍亚述客家传统手条，这歌曲啊，真见当好听哦。在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的节目单元里呢，收看率最高的就是客家音乐文化系列的歌曲，不论是客家的传统小调歌曲，或是传统3大调，或是流行歌曲，点阅率都好高哦，可见音乐无国界呢。小琴，我老你讲哦，我从沙溪大学啊，教嘅学员都当地认识哦。我哋嘅节目单元介绍乜嘅歌曲啊，我嘅学员啊，就會向我教乜嘅歌嘅，甚至呢有桃園新竹嘅觀眾朋友啊，透過面書啊來簽到我哦，向我寄我嘅歌唱嘅專輯本記。哇，可見得這媒體的傳播力量呢，真的是無遠弗屆哦。小鄧老師，今天的節目要介紹什麼好聽的歌曲呢？記得我在啲節目當中說廣告啊，早期客家人因為經上前世要愛熱隔夜來做事，從事勞苦嘅工作啊，
生发当单挑国家上理想到外长来大兵事业，免不了有思乡嘅哀伤。今本日我来介绍嘅歌曲，有略略嘅悲伤，略略嘅无奈。是啊，我们节目单元介绍过不少客语传统歌曲，或是小调，还是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是情歌，或是亲情类啦，或是励志类为导向的歌曲哦。我下来特别来强调啊，因为要当到嘅歌曲出现的来讲，要到收听係數到大陸、韓國、台灣好多歌嘅原住民歌謠等等來影響，其中影響最大嘅就係日本人統治人哋台灣時節嘅反文化運動，各類型嘅採茶戲歌謠啊，都受到打壓。嘅時節啦，日本人認為客家歌曲歌詞要當到唱到阿哥啊、阿妹啊，就禁得唔本人唱，好等民間人士利用咗山當做些時節啦，嘅山啊白度巷，日本人過唔到啊，佢咩差唔多，就按樣來保存到也到客家山歌、客家小調等等，也到客家山歌小調。普遍承認客家人嘅心中，也成為做其客家人日常生活嘅娛樂。哦，所以說，不管是客家山歌或是客家小調歌曲，它應該是客家的長民最大的娛樂功能。我已經迫不及待要來欣賞今天的客家歌曲嘍。好哦，今本日啦，來介紹一首客家嘅歌曲，很多思鄉。我今年呢也當好聽一首歌誒，佢老一個離鄉思鄉。這種無奈嘅心情啊，全部表現出來，每隻心肝都會本佢口奏樣。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天气，温度20度到29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1月7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